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号名是要安怎来号？是互云林县政府正伤脑筋。云林虎尾有一座景观桥特别完工了，这板桥是翻看到虎尾甲二轮，过去号名拢是用两地地名来号，若是取虎尾虎甲二轮的轮，叫做虎轮桥，听起来亲像咧讲虎，这无好听。若是取二轮的字甲虎尾虎二虎桥，听起来嘛是怪怪，哪像两只虎咧相加？这到底是要号什么名咧？县政府的头壳莫咧烧。全新的景观桥伫虎尾溪顶，长有174公尺，塔悬30公尺，桥面是放射形，外观是金黄色吊穗的造型，真野蛮。桥要完工，抑阁还未号名，较早惯使用连接两个所在地名来号。这座桥连接的是云林虎尾镇甲二轮乡，有可能叫虎轮桥，还是二虎桥？来伊因着虎较歹听啦。是哦，嘿啦，二胡嘞，两只虎呢要相加哦。虎轮桥听起来敢若是虎人桥，二虎桥听起来敢若恶虎嘛怪怪。啊，到底要安怎号？县政府嘛真伤脑筋，规气开放予民众来号名。桥的名号了好，各符合形象，才有法度加分。像南投信义乡的双龙水墙的七彩吊桥，因为桥面是彩色的，像一座坑，叫七彩吊桥，互人印象真深。七彩吊桥长有342公尺，上悬的悬度有100公尺，景观真水。估计6月20日要开放。网络注文门票人数已经超过17000人。我们现在都是属于这个线上票证的预约，是现场不卖实体票，所以游客一定要到我们的停车场，就是预约以后到停车场搭接驳车。七彩吊桥伫深山内，想要欣赏美景的民众，赛车路线建议行国道3号到水里，再搁行第16线到双龙部落，车停伫双龙桥，再搁坐专车。若无将车停伫水里的停车场坐公车。县政府嘛提醒讲，初期开放有限制人数，早起800人，下晡是700人，一定要上网络注文，以免白走一转。